青脸红华显神通，舍己造其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刺青诸二挂甲兵，搭救炎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大，各家祥云气腾空，十方天兵复佛驾，保佑弥勒气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记下身，收服南延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因而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此念一遍神通大，此念两遍得超生，此念三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行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年太保阿弥陀佛，十叩一叩再叩三叩四叩五叩六叩七叩八叩九叩十叩手。不是还有一次吗？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二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亏亲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莲花印证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元挂上号，等待十字点神兵，银雷震开雾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年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意现，收元显化在虎东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言古策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儿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今年气超生，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修听学人福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多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是灵童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真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是为菩萨救众生，引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，北方真武为将帅，华显神通，青脸红华舍己显神造通，其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刺青诸二挂甲兵，
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家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。吾皇赐令记下身，收服南阎归正中。来往照下真元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婴儿刹你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十念一遍神通大，十念两遍得超生，十念三遍神鬼怕。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行路径。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眼太保阿弥陀佛。十叩，一叩，三叩，三叩，四叩，五叩，六叩，七叩，八叩，九叩，十叩手。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倪，请特报自己姓名。弟子王正二，姓于洪之宁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回向于李佳慧前贤，回向于李佳慧前贤，祈请弥勒古佛、祈请弥勒古佛、地藏古佛、地藏古佛、济公活佛、济公活佛，调节患者以他所有有情众生，了解患者与他所有有情众生无形大德的恩怨，无形大德的恩怨，令其解冤释怀，令其解冤释怀，令其减轻病魔折磨之苦，令其减轻病魔折磨之苦，令其身体得以早日康复，令其身体则得以早日康复，令其身心健康不会增长，令其身心健康不会增长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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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好，感谢天恩师德，感谢各位点人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前贤，大家一起诵经。今天或许就导读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祝大家晚安，身体健康。谢谢王副领任导读，也谢谢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前贤大德一起诵经回向，晚安。好，大家晚安。副领任晚安啊，很优秀的前贤晚安，感恩啊，很优秀的前贤啊，晚安，副领任晚安，前贤们大家晚安，感恩感恩，感恩护前人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，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副领任、各位组长、各位坛主、各位讲师、各位前贤们大家晚安，洪前贤晚安，李前贤晚安。秀琴前贤晚安，绿茶前贤晚安，前贤们大家晚安。